本人收看客家名鲁學院每日一客語新聞，客家委員會副主任畢業後成為11月16號喺國立中央大學大禮堂參加2025客家歌謠交流歌舞賽一班組特區比賽個頒獎典禮。邱副主委指出，創新歌對客家人來講係當重要嘅事情，因為佢係大家的生長、天度、菜園嘅勞動過後，表達內心深厚感情嘅一種文化。希望做得透過比賽，本行卡度嘅總比鄉親創出情感度嘅花，也咪係客委會連連沙沙辦理比賽嘅原因。客家歌謠交流歌舞賽對2019年開辦以來，已經行業第7年，今年總共有差唔多535人報名，參加比賽嘅人數超過12003。有100創作按多年來嘅新歌，單北區就上來200人拔萃報名，超過5100人參加比賽，係各區嘅第1名。成年對5歲到96歲，呈現客家歌謠薪火相傳嘅力量。以上係客家名魯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就係歌謠。當多人參加100客家歌謠比賽，當多人參加100客家歌謠比賽，唔學威猛，下100章來了。